再来看，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肝癌搁再复发，透早过身。医师是表示讲，肝癌早期拢无症状，所以提醒民众，腹肚定定会重会痛，正疲劳，胃口无好，体重雄雄减轻。有这款症状，就要赶紧去看医生。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15透早经过厝内人证实，因为肝癌伫台北严重过身，享受83岁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20年来肝癌是个人10大癌症死亡原因排第1或者是第2名。每年差不多1万人被诊断得了肝癌，也有7000多人因为肝癌过身。早期的肝癌，我们都可以透过像是电烧或者手术或者换肝，积极的治疗都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治疗的效果。研究是到了差不多5年，其实就有一定比例的患者，他就有复发的风险。医生讲，肝病是咱国的国病，盛行率会这么高，主要是跟慢性的 B-C 型肝炎有关系。若是感染到 B-C 型肝炎的病毒，民众会经过一段慢性肝炎的期间，经过几多遍肝炎发作了，进一步会让肝纤维化，变做肝硬化，搁再慢慢变做癌症，而且肝无痛的神经。到身体无爽快去病检查时阵，定然拢是尾期啊。另外，啉酒也会造成酒精性的肝炎、肝硬化，增加得癌的风险。它是沉默的器官嘛，它不会警告说我哪里出问题啊。所以当它开始有警觉的时候，都会造成这个脏器已经受到这个癌细胞的侵袭到一定的程度。医生提醒讲，若是本身就是慢性 B-C 型肝炎的患者，一定该接受治疗，或者是定期做肝功能加腹肚超音波的检查。因若得到肝癌可能会出现，包括腹肚会胀、会痛，人会夜先食袂落饭，体重变轻、黄疸，脚会水肿，腹肚会积水。然后出现相关症状时阵，就要赶紧去看医生，才袂延误治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